大家好啊 ！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11月11號星期二，繼續同大家26個成交個案分享。以目前樓市個案去推算，蝕讓介乎15%至25%。喺2017年高位入市嘅受壓唔少，尤其係樓齡較新嘅單幢式嘅物業。近期市場雖然有回穩嘅跡象，但係二手價仍然都低於高峰期，首置客當然趁低吸納，議價空間收窄之中，成交速度亦都加快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，包括南昌1號3房單位，次科8年，賬蝕都超過100萬；2房單位，次科4年，賬蝕超過200萬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。近呢幾年樓市累跌都接近30%，抗跌力弱嘅市區單幢盤再錄得大額蝕讓，指嘅就係深水埗南昌1號3房單位，新近就有單位以645萬賣俾自住家，尺價報15,394。至於原業主次科8年，賬面蝕讓超過128萬，蝕幅係樓價嘅16.6%，即係睇見單幢樓唔係太保值喎。南昌1號就位於深水埗南昌街1號同埋3號，由恒基兆業發展，入伙日期係2019年4月開始。南昌1號總數就有129個單位，至於實用面積介乎327至到去783平方尺，戶型設有標準戶、連平台、特色戶、頂層特色單位，全部都屬於2房至到4房嘅設計。呢個單幢式嘅物業南昌1號設有會所，就係位於3樓同埋5樓，總面積超過8000平方尺，提供咗燒烤場、健身室、多功能嘅影視活動室同埋休閒雅座等設施，亦都設有商鋪，就位於地面同埋1樓。成交單位就指南昌1號高層 D 室，實用面積419平方尺，係個3房間隔，單位坐向東北，享有嘅就係開揚嘅山景。至於原業主最初叫價650萬，放盤1個月之後就得到區內嘅首置客垂青。據知新買家係區內嘅首置客，心儀單位質素同埋周邊嘅環境。南昌1號毗鄰就係通州街公園，擁有嘅就係靜中帶旺嘅居住環境。加上樓齡較新，鄰近港鐵站，交通便利，所以呢個新買家就決定購入自住。睇樓2次就決定承接，最終就係以645萬承接單位，實用尺價報15,394蚊，係一個市價成交。據知原業主喺2017年9月就以超過773萬一手買入單位，次科8年之後轉售，賬面就損蝕129萬，跌幅就係樓價嘅17%。如果連埋使費同埋回贈，預料實蝕都有161萬，就係樓價嘅21%。次科8年實蝕超過樓價嘅20%。至於另一個2房單位，一手業主次科4年，最後賬面蝕讓都超過200萬。利嘉閣地產指成交單位就係會晒3期8座低層 C 室，實用面積417平方尺，係個2房連埋開放式廚房嘅間隔單位，景觀就係望內園。買家經議價後，最終就以865萬承接單位，折合實用尺價2743蚊。至於原業主喺21年斥資超過1069萬一手買入單位，4年後轉售，賬面就虧損超過204萬。二手樓市持續低迷，南昌1號蝕讓成交真係唔少，被市場稱為4房神質嘅 A 室4房單位，以800萬易手，原業主持貨3年，最後賬面蝕讓大概230萬，單位喺3年之間都貶值咗大概22%。香港置業曾家輝表示，成交單位就南昌1號高層 A 室，實用面積595平方尺，原業主放盤時候叫價860萬，經議價後大減60萬，就以800萬成交，折合實用尺價13,445蚊。
據知新買家係區外嘅換樓客，見到單位間隔實用，放盤3個月就承接單位自用。至於原業主喺22年8月斥資1030萬買入單位，3年後轉售，賬面就虧損230萬。換言之，呢個單位持貨3年就貶值咗22%。睇返過去3年，南昌1號嘅二手成交量唔多，只係大概12宗，不過當中就有8宗屬於蝕讓，蝕幅介乎4%至到26%。當中蝕讓最大嘅就係低層 A 室嘅4房單位，實用面積552平方尺，喺今年年頭1月就以800萬易手，尺價14,493蚊。業主持貨大概1年半，賬面蝕讓接近281萬。年半時候，呢個單位就貶值咗26%。南昌1號喺2016年推出市場，呢個 A 室4房神質嘅單位，已唔夠600平方尺就揀出咗4房2廁，並且設有罕有嘅明廁同埋開陽永久景觀，早年就引起市場關注。今次成交可以話屬於呢類4房神質嘅單位。根據放盤資料顯示，一款同款嘅 A 室單位而家就以930萬放售，尺價報15,657蚊。喺今年南昌1號回晒都錄得明顯嘅蝕讓個案，蝕幅同埋持貨年期嘅差異，亦都反映出屋苑嘅定位同埋入市時機嘅影響。回晒蝕幅可以話都好重，尤其係開放式同埋短期持貨嘅單位，蝕幅都高達30%，反映喺2017至到19年高位入市嘅受壓力大，而且南昌1號亦都可以話穩中有蝕。蝕幅介乎2成，但係成交價仍然屬於市價，吸引首置客入市。持貨年期同埋蝕幅就成為正比，匯璽同埋南昌1號持貨5至8年，蝕幅真係明顯。近期成交量有所改善，但係仍然都有唔少蝕讓嘅個案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嘅南昌1號2房單位，業主持貨4年，賬面蝕讓都超過200萬。另外一個3房單位，業主持貨8年，賬損都超過100萬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嘅內容同埋資料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Buy me coffee 作為鼓勵。如果你見到我嘅 YouTube 有廣告，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，為我灌注動力。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